合报道。美军飞弹驱逐舰征婚号顶礼拜六驶经过台湾海峡，中国一只军舰苏州号就对伊面头前驶过哦。美国国防部公布录影的画面，指出讲双方距离才130多公尺尔。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协调官科比谴责北京伫台海甲南海的行动愈来愈刁工，是故意要惹事。美国嘛对中国提出警告。美国海军驱逐舰将军号车衫以自由航行的惯例通过台海的时阵，去互中国苏州号飞弹驱逐舰为头前驶过。美国国防部公开第一人称的角度。画面看到解放军苏州号向将军号倒边驶真紧安尼划过，双方上近离无甲137公尺，险险就相撞。这是一礼拜来第二届中国军机军舰做出起事的行为。中国月底，中国歼16战机伫南海空袭，嘛直接飞去美军 RC-135侦察机头前拦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纳讲，这种的举动是中国侵略的行为，互人唔敢相信，要求拜登政府爱明确甲中国看作是敌人。There was absolutely no need for the PLA to act as aggressively as they did. When you have pieces of metal that size, whether it's in the air or on the sea, and they're operating that close together, it wouldn't take much for an error in judgment or a mistake to get made, and somebody could get hurt. And that's just got to be unacceptable. 美国提出严正的谴责，不过强调讲会维持美中沟通管道无问题。军事专家分析，中国想要把台海内海化。而且迫害区域的特殊，拢是要展现军事霸权，对美国宣示。从这个危险的一个挑衅行动，也可以看出北京的一个思维，也就是企图把台海内海化。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可能也会采取更强烈的作为。美中对抗的态势之下 ，AIT 主席罗森伯格搁一届来台湾，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访问中国，甲中国外交副部长马朝旭会谈，凸显台海议题三边关系愈来愈紧张。记者综合报道。